这沿暗就要来看年啊，超商的业者呢嘛来全力准备，有的是一透早呢，就把这大门甲玻璃壁拢甲拔落来，也搁有这行动超商是来提供一寡限定的列车，或者过路人摕咧就会当付钱随走，有影是真利便。施工人员透大到位，将门厅顶悬的螺丝断落来，玻璃壁一声就拢无去。人客一门拢通行无阻，这是伫信义区超商门市为迎接11月31跨年的大动作备战。我每一年都会跟朋友一起来这边跨年，台北101看烟火。今天就会特别请假，然后特别提早来这边等待。应该就暖暖包吧，然后就是饮料，然后就是大概也会跟朋友一起。中昼进前，就人客进门准备咖啡看烟火。为应对跨年这一天可能又个湿又个冷，有超商增加避讳番麦汤、烧仙草这热门商品，也在信义区两间门市部署10杯饮料加避讳量。那我们针对信义区以及市府周边的重点门市的话，那我们预估的话，今年的人潮大概会来到350万的人次。我们业绩的话是预估较去年成长大概2到3成的左右的一个业绩。跨年金条一年比一年较闹热，业者主打跨年限定热食，包含现行的披萨、番麦，今日跨年才会到。另外也派出行动超商，巡回信义区上款，互民众看到就用买。根据往年的一个业绩表现的话，其实熟食跟热食，尤其是手拿着就可以吃的一些热食的商机，至少的话，其实可以提升5到8倍以上的业绩是没有问题的。邀超商动员2台行动购物车，为四小饮料加生活用品拢总区，分别进驻台北市信义区102边啊，加新北淡水渔人码头2大以及镇区各大超商业者，跨年服务拢全力备战，迎接金条甲金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